如果同學可以喺網上查閱貸款金額、電子繳款單、還款表及還款記錄，咁就好啦。學資處設立咗職學戶互通，同學除咗可以遞交學生資助計劃申請同有關嘅證明文件外，更可以估計可獲得嘅資助同貸款金額及日後所需要償還嘅金額，以及查閱申請進度。另外，如果同學收到學資處所發出嘅開始償還貸款通知書，仲可以透過職學戶互通，就個別貸款計劃選擇最長15年嘅還款年期，亦可以喺網上查閱貸款金額、電子繳款單、還款表及還款記錄，更可以提出償還部分貸款或一次過償還整筆貸款。同學想使用或想了解更多職學戶互通嘅服務，可以到以下網址，所有事情都一清二楚。如果大家仲有任何疑惑，可以瀏覽職學處嘅網頁，詳細閱覽申請指引及其他相關文件。